亞強喺街頭派傳單，滿心期待自己設計嘅傳單會吸引行人注意，但事實就同佢諗嘅完全唔同。一開始，佢遇到一個大叔，亞強好熱情咁上前話唔好意思，但佢啱啱講咗個開頭，大叔就即刻皺眉頭，擺擺手話傳單，我屋企已經有成沓啦，唔該唔好再俾我啦。亞強呆咗喺度，望住手上用心設計嘅傳單，心諗我啲設計咁靚，點解冇人肯睇？係咪我自己有問題？正當亞強喪氣嘅時候，佢突然見到隔離有個細妹派傳單，好成功咁樣。細妹笑容滿面，路過嘅人都好樂意接佢嘅傳單，甚至有啲仲停低同佢傾兩句先走。亞強忍唔住好奇，走埋去問細妹，我見你派得咁好，有冇啲咩秘訣可以分享下啊？細妹聽完，咧嘴一笑，小小聲同佢講，技巧重要啫。講完之後，細妹遞咗本派傳單技巧完全指南俾亞強。亞強一睇封面，即刻覺得有啲希望，呢本真係有用嘅。細妹認真咁話，你睇咗就知啦。亞強坐低翻開書，入面啲內容真係寶藏級別。書入面講到明，設計靚係第一步，但內容要夠吸睛，行人見到就會忍唔住停低睇。另外，派傳單嘅時間同地點都好重要，搵啱位真係可以事半功倍。例如，書度提議喺繁忙時段，例如上班上學嘅高峰時間，喺交通站或者商場入口派傳單，成功率會高好多。而且，派傳單時嘅態度都好緊要，笑住派，人哋會更加樂意接你嘅傳單。亞強睇完指南，覺得好有信心，原來派傳單背後真係有咁多學問。第二日，亞強跟足指南嘅建議再出發，佢揀咗一個高人流嘅商場入口，仲將傳單改到更加吸引眼球。派嘅時候，亦都保持住笑容，主動同路人打招呼，你好，呢啲資訊可能幫到你。結果真係唔同晒，傳單派得好快，甚至之前嗰位大叔再見到亞強，都自己行埋嚟問，可唔可以俾多份我啊？幫我屋企人攞多一份。亞強終於醒悟，派傳單唔係純粹派出去咁簡單，而係一門結合設計、美感同策略嘅技術活。由設計到分發，每一步都影響到最終效果。如果你都想學識點樣派傳單派得好，令宣傳效果大爆升，快啲入嚟睇下指南啦，包你再唔驚被人拒絕。